我哋一齊成個高蛋白窩夫好冇 ？Herbalife 嘅雲咧攞味 Whey 係 3W， 因為佢結合咗唔同類型嘅蛋白質，有助骨骼同肌肉形成。呢款好好味，用甜菊糖嘅甜味。呢個咧就係雲咧攞味，每一份有26克高生物價值嘅蛋白質。3匙 Herbalife Whey 2隻蛋，1茶匙蘋果醋，2茶匙洋車前子片，2湯匙麵粉，2麥麩，仲有你中意嘅代糖。我用緊純甜菊糖。1/4茶匙肉桂粉，攪勻晒嘅材料，再加3湯匙水落去啦。你可以成班激或者窩夫，記住要搽油喺部機度。最後加1茶匙泡打粉，將麵糊倒入已經熱咗嘅機入邊，焗好之後可以喺雪櫃放3日。25克7成黑朱古力、老糖加微波爐溶化，4湯匙水、咖啡或者植物奶，1匙 Herbalife Whey。你睇下我哋嘅窩夫幾靚，高蛋白醬汁，真係好正。我哋喺藍莓，不過你可以喺士多啤梨、香蕉或者椰絲嗰種甜品店嘅收味。你摸 Mary 睇下幾靚，你睇一定要試下呢個咁好味嘅嘢。